小朋友咁細個就已經出口成文，仲可以寫得一手好文章。作為英語學校 ABC Pathways School 嘅姊妹學校，ABC Pathways Group 有超過20年教學經驗。壯學堂 Juniorversity 嘅課程100% 由全 native 專業英語老師教授，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訂教材，為學生提供輕鬆好玩嘅學習環境。見到壯學堂嘅小朋友可以喺悠長假期入面邊玩邊學，短短6星期搖身一變成為英文尖子，到底佢哋係點做到嘅呢？今個暑假，壯學堂為大家準備咗最全面又有趣嘅暑期課程，幫助小朋友改變對英語嘅學習態度，建立興趣，提升各方面嘅學習能力，例如學好拼音、文法同寫作等等，為新學期做好準備，全方位幫助同學提升英語能力同信心。壯學堂嘅王牌暑期拼音速成班，針對香港學生嘅程度同學習速度而設。課程採用 ABC Pathways School 獨有 Read for Fun 教材，可以幫同學喺短短6星期內掌握拼音基本功，熟習元音拼合法各字母嘅正確讀音，學習合拼同解碼技巧，亦加插好玩有趣嘅拼音練習、閱讀同作句訓練。除咗拼音技巧外，仲可以大幅提升小朋友嘅讀寫能力。即將升上幼稚園或小學嘅小朋友，就可以參加壯學堂為大家準備嘅 K1 預備班同埋小一預備班。K1 預備班會運用各種有趣嘅英語活動，增強小朋友嘅課堂參與同合作性，運用故事同暢遊等，開發佢哋嘅閱讀興趣同豐富英語詞彙庫，訓練小肌肉，刺激五感發展，做好入讀幼稚園嘅準備。而小一預備班就會運用獨創教材 Primary Interview and Presentation， 提前打好閱讀同問答嘅基礎，建立邏輯思維，令佢哋可以自信滿滿咁講英文，強化自我表達同溝通能力，輕鬆迎接小學新生活。另外，壯學堂仲開設咗2大小學課程，包括暑期英語文法及寫作班同英語閱讀理解訓練班。2個課程同樣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教材，透過實踐練習，提高學生嘅文法意識同寫作技巧，包括時態、詞彙運用同埋句子結構，從而令小朋友掌握英語文法基本規則同埋應用技巧。另外，融合閱讀理解訓練，幫助學生了解文章結構，加強速讀答題技巧，激發學生對閱讀同寫作嘅興趣。老師更會透過有趣互動，包括 Circle Time、小組討論等，提升學生語言表達能力，培養獨立思考同批判性閱讀嘅能力。呢2個小學課程令小朋友可以喺開學之後更快適應學校嘅學習進度，應用喺考試上面就唔使驚啦。壯學堂設計嘅6星期暑期課程，專為升讀 K1 至小5嘅學生打造。除咗可以幫助小朋友迅速打好英文基礎，輕鬆好玩嘅課堂設計可以激發佢哋對學習嘅興趣，培養創意同思辨能力。如果你都想體驗壯學堂 Happy Learning 高成效嘅教學模式，令小朋友愛上學習，拎到好成績，即刻幫小朋友報名參加壯學堂嘅暑期課程啦！